们今天就是从第128页的第二行，就是讲果的部分呢，然后开始来做解释。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果堪以生全之门呢，可分为就是以下的几种果。那一般呢我们在讲果的时候呢，那同样呢它分为广说呢，还有是像说我们在小理路呢所讲到的略说的部分。就是在小理路呢讲述就是在果的部分呢略设地方，那其实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进取因还有具有缘的部分。那或是呢以另外一种分类的方式呢，就是提到说直接因还有间接因的方式。那因为呢在阐释因的时候呢，只讲述到了这4种因，那所以呢在讲解果的时候呢，就是同样的透由直接因呢所产生的果报呢，就是所谓的直接果。那透由间接因呢所产生的果呢，就是所谓的间接果。那同样，那用另外一种分类来分的话呢，就是进取因呢所产生的果报呢，就是进取果。那具有缘呢所产生的果呢，就是具有果。因为因呢只有4种的缘故，所以果呢也只有4种。那所以呢，就是现在在中理路的地方呢，所讲述的呢，就是提到说大因果的部分。那在大因果的部分呢，在讲述因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6因，然后还有说4缘的部分。那在讲果的时候呢，那同样呢，它也是开展的比小理路呢讲的还要再更为多样式的缘故呢，所以称为是建立大因果。那在讲果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果堪以生全之门呢，可以分为就是真上果、等流果、适用果、异熟果，还有离系果等5种。那所以同样的呢，就是在这个科判里面呢，在阐释果的时候呢，是讲到说果堪以生全之门呢，可以分为这5类。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说堪以生全之门来分类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在小理路的时候呢，所提到的4果，就是提到说进取果、具有果。这2者呢，它都是属于说是体性的分类。那讲到说体性分类的话呢，就比方说只要是这2者的话呢，它就是真正的果。那同样呢，另外一种分类，像讲到说直接果还有间接果呢，它也是属于体性的分类。那讲到体性的分类呢，就是说只要是这4种其中一种呢，那它就是属于真正的就是因果里面的果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提到说堪以生全之门为分类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这边所讲的分类呢，这5种分类里面呢，它不一定是属于体性的分类，就表示说呢，在这5种果里面呢，它并不是说它一定就是真正的果。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呢，就是提到说果堪以生全之门作为分类的话呢，那虽然说在这一句里面呢，它只是仅仅讲了说，在这边中理路的分类呢，对于因果的分类呢，它果的部分是用生全之门来作为分类的话，那其实呢，它间接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之前我们在小理路呢所讲到的4种果，就是具有果、进取果、直接果、间接果这4种呢，是属于体性的分类。所以呢，他在前面呢并不需要特别的讲述，所以在这边呢，他提到说这里的果呢，既然是以堪以生全之门做分类的话，那就表示说前面所讲的4种果呢，它是属于体性的分类。虽然说它的文字呢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呢，可以理解到这个意思。从另外一个地方呢，另一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小因果呢所讲述的果的部分，还有像在现在，就是中理路呢所讲示的，就是建立大因果的部分呢。那我们知道说，这著作的呢是同一个人，因为如果说著作者呢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去了解到说他这之间的2个的关联性。但是因为呢这本论述呢是同一个人的缘故，那他所要让我们了知的部分呢也是属于果的部分，所以透过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了知到刚刚呢所讲示的，就是前面呢小理路所讲的果的部分呢是属于体性，是属于果的体性的部分。那在这边呢，就是以生全之门呢来作为分类。那所以呢，这里在讲述说，果堪以生全之门呢，可以分为真上果、等流果、适用果、异熟果以及离系果这5种。
那为什么说要以堪以生全之门来分类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在最后面两个，就是离系果呢，还有异熟果的部分，因为这两个的关系呢，才会说到这边的果的分类呢，是堪以生全之门呢来作为分类。为什么呢？这边要把说，因为异熟果还有离系果的原因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堪为生全之门呢。因为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的离系果呢，它其实本身呢并不是果，因为呢它并不是有为法，它是属于无为法。也就意思说呢，它并不是无常法，它是属于常法里面的一类。那什么叫做离系果呢？那离系果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断除了所断之后呢，所产生的这种果，然后把它称之为是离系果。那这边所要离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离开系缚，就是离开这个所断的这些系缚，就是离开无论是就是两种障碍的这种系缚，所以把它称之为是离系果。所以呢，这边所讲的离呢，就是离开系缚的意思。所以呢，才会把它称之为是离系果。那也就是我们一般所断的，就是所讲的呢，就是断除烦恼，断除这些所断，断除所断呢所获得的这个果位。那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灭地。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离系果呢，它本身呢，并不是真正的果。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断除呢任意所断所获得的这个离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离系果。那在这边所讲的这个离系果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四谛里面呢有提到说，苦集灭道里面呢，它有三个呢是属于有为法，那一个呢是属于无为法。那属于无为法的呢，就是灭地，那其他的苦地、极地以及道地四者呢，它是属于无为法。那同样的呢，我们知道说，在三宝里面呢，就是佛法、法宝跟僧宝里面呢，那法宝里面又分为说道地跟灭地。那既然说就是灭地呢，它是属于无为法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所谓的离系果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果，因为我们在讲说因果的这个果的时候呢，会提到说果呢，它本身是由因而生，那由因而生的方式呢，就是提到说这个因呢，它的体性会变化，那它的体性慢慢变换之后呢，然后就转化成为这个果。但是呢，就离系果来说的话呢，它并没有所谓因的体性转化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本身呢体性呢并不会改变，因为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无为法，所以呢这边是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离系果有了离系果之后呢，在这边所讲述建立大因果的时候呢，会把它称之为说堪以生全之门呢来作为分类。那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离系果呢，跟我们在了解四谛的时候所讲的灭地，或者说我们在讲三宝的时候呢，提到法宝里面的就是所谓的道地跟灭地的灭地呢，那这三者呢还是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它本身呢是属于无为法。那既然是无为法的话呢，那它就不会有所谓的产生它的因。所以呢，它就不可能会是真正的果。那这边呢，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提出一些疑问，会提到说，为什么只要是由因而生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常法？就是有人提出这样子的疑问，为什么它是从因而生的话，它就不能够立为是常法呢？那像是我们以瓶子来说好了，像是瓶子之上的空性，或者瓶子之上的所知来说的话呢，它们本身呢也是属于常法。然后是常法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并不会随着因缘的改变呢而产生，或是随着因缘的变化呢而有。因为呢，它本身呢就是不需要关待因，就是它该存在的时候呢，它就会存在，它并不会随着它的因的体性呢而去做改变。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说因果的时候呢，会提到因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果呢，它是因为它前面的因它的体性转变的缘故而变成了这个果。那从另外一个地方去解释呢，就提到说因果的这个果呢，它在因位的时候呢，果是不存在的。那到了果的时候呢，那这个因呢，到果位的时候呢，那它的因呢又不会存在。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为什么呢？只要是由因而生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常法。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就是刚刚讲到说离系果呢，它会被说是堪以生全之门作为分类的原因呢，是因为说离系果呢，它本身因为不是无常法的缘故，它本身呢并不属于就是由因而生的果的缘故呢，所以把它安立为就是堪以生全之门来做分类。那第二个呢，就是透由异熟果的部分。那异熟果呢，它的理解的方式呢，它把它安立为生全之门的分类呢，跟离系果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异熟果呢，它本身呢是真正的果，它也是无常法。但是呢，为什么说这边它是以生全之门来作为分类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果的时候提到说因果两者的时候呢，因一定是先生，然后果呢后生。就提到说，就像刚刚所讲的，在因位的时候呢，果是还没有产生；那在果位的时候呢，因已经消失不见了。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瓶子的果的时候呢，就是瓶子的果它一定是在瓶子之后呢而产生的，所以瓶子的果呢，它是瓶子之后而产生，说它是瓶子真正的果。那所以同样的呢，如果说我们在瓶子的果的时候呢，就是瓶子它本身说是瓶子的果的话，那就变成说因它本身会变成因的因，或者说瓶子它本身会成为瓶子的因，所以这样子呢会有过失，就是因跟果二者呢它是不会同时存在的，因为如果是同时存在，就像刚刚讲的，因会变成因的因，然后瓶子呢会变成瓶子的因，所以我们就是要说呢，因果二者呢它一定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一定是先有因之后呢才会有果。但是呢，异熟果呢，在这边为什么说它是由生全之门来分类呢？因为异熟果它并不是异熟的果报，就是我们在讲异熟跟异熟果其实是同义的，就是异熟和异熟果这两者呢是一样的。当异熟存在的时候呢，异熟果就存在了，所以它并不像我们之前所讲的瓶子的因跟瓶子的果这种概念，而是异熟跟异熟果两者它本身呢就是同义的，只要异熟存在的时候呢，异熟果它就存在了。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异熟果呢也不是我们在这边讲的所谓就是由因所产生的这种果的这种方式，所以也把它安立在就是堪以生全之门来做分类。就是刚刚所讲的异熟果跟离系果这两者呢，不是属于我们在这边就是所讲的真正的因跟果的讨论的范围呢。那这是就是一般呢都是有共识的。那我们再看到适用果的部分呢，那对于说适用果呢，就是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是有一些祖师呢，他认为说适用果呢，它是属于真正的果，就是因果里面的这种果的部分。那或者是但是有一部分的祖师呢，又认为说适用果呢，它本身呢，并不是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属于体性，它本身是属于体性果的这种部分。那我们先来看说，把适用果呢不承认适用果呢是这边所讲的就是真正的这种果的部分的呢，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提到说呢离系果的部分，因为呢这一类的祖师呢，他是把离系果呢也是安立为是适用果。因为呢，就是离系果的产生呢，一定是透由普特伽罗呢，一个普特伽罗，然后他修习了道地，就是见证空性的智慧之后呢，然后最后呢才会产生出所谓的灭地，所以呢，或者说产生灭地，或者说产生离系果，所以这离系果呢，它一定是透由世福呢，透由他修持之后呢所产生的这种果报。因为呢，我们知道说，灭地呢，或者说像是离系果呢，它不可能是依着摄法而产生，或是依着其他的无常法类而产生，它一定是要透由世福呢，去透由道地的修持之后，才会产生所谓的灭地或是离系果。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把离系果呢，把它安立为是适用果。那如果把离系果安立成适用果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呢，它就不是属于真正果的这种部分。那这是属于这一派的说法。那以上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觉得说适用果呢，它本身呢，并不属于，就是只要是适用果的话呢，它不一定是属于真正的果的这一部分的讲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说，就是承认说适用果呢，它是属于真正果的这一部分的讲法。那在这一派里面呢，它其实又分为了两种不同的论述。那第一个呢，是提到说，只要是适用果的话呢，它就是
一切的因果呢，就是一切的无为法呢，它都是属于适用果。那适用果它本身跟真善果这两者呢，它是同义的。所以当他们这样子承许的话呢，就是只要是有为法的话，或是只要是无常法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适用果。所以呢，它既然是只要是无常法，它既然就是都会是适用果的话呢，那所以适用果它本身呢，就是属于真正因果里面的这个果的部分。那这是这里面就是承许说适用果是属于真正果里面的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承许的呢，就是他提到说，就是只要是适用果的话呢，它一定要依靠着是福而产生呢，才产生的这种果呢，叫做适用果。所以他就不承许说一切的无为法呢都是适用果。那他们的承许的方式是说，一定要依是福的行为，然后来产生的，这个才叫做适用果。那这一派呢，他们所讲的适用果呢，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农田里面的这些农作物，因为是透由农夫呢，他们去耕种之后呢才会产生。那或者说瓶子，因为瓶子呢也要有做瓶子的这一些工人等等去做之后呢，瓶子才会产生。那像以这种呢，他们是提到说一定要有是福的行为，然后而产生的呢，才称之为是适用果。所以呢，在讲述说承许说适用果是属于真正果报的时候呢，那有以上两种不同的承许的方式。那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果堪以生全之门为分类里面呢，就是属于真正果的部分呢，就是没有争议的呢，就是第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呢，就是在讲到真善果跟等流果的部分。那在讲述真善果的时候呢，就是真善果，像在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本社类学，或者说就是什么切呢，他们一般在学习的就是永金社类学里面呢，并没有特别提到真善果的定义。但是呢，就是在一切遍知迦木样大师呢，他是有特别讲到说真善果的定义，他是提到说在自因之前呢，未生的有为法。在自因之前未生的有为法呢，然后把它安立为是真善果的定义。那这是迦木样大师呢，他特别呢对真善果呢所立下的一个定义。那所以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有一类的祖师，他们是承许说，像所谓的真善果还有适用果呢，它本身呢就是跟因呢是同义的。只要是只要是果的话呢，它就一定是真善果、适用果。就是提到说真善果、适用果，它本身和果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在这果的堪以生全之门的分类里面呢，我们知道说离系果呢，它一定不会是真正的果，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属于无为法。那像在适用果里面呢，那就提到说有一部分呢，它是承许说，因为它是透由补特伽罗呢，一定要有补特伽罗的功用之后才会产生的。那像是灭地呢，也是因为有补特伽罗透由休息之后呢才会产生，所以也把灭地呢归类在适用果里面的呢，那这种的承许方式也有。但是呢，像在真善果的部分呢，就没有这样子的疑虑，因为真善果呢，它一定呢就是属于真正的果。那为什么提到说无为法呢？它没有办法成为真善果呢？因为真善果就提到说它是能够直持果，或者说呢能够成熟果的这种呢叫做真善果。那因为无为法它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呢，所以无为法它是不可能成为真善果的。那至于像迦密样大师呢，他所安立的就是在至因之前呢，未生的有为法安立为是真善果的原因呢，最主要就是出自于是俱舍论的根本颂。因为俱舍论的根本颂呢，他有提到说，就是在未生之前，那未生之前的这个有为法呢，那未生之前的这个有为法，那它就是真善果，就是在俱舍论的根本句颂里面呢有这两句话，所以迦木样大师呢就依着这两句话呢，然后定义出真善果。它的定义呢就是在至因之前未生的有为法。这里讲到说，就是俱舍论里面最主要呢会提到说，唯有有为法呢才能够安立为是
唯有为法呢，它才能够安立为是真善果。那为什么是提到说唯有为法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讲述能作因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就是有所作为的呢，就是他能够，呃，就是提到说，至于能做呢，这一点呢是属于就是能做因的部分，就是除了自己之外呢，都是能够当做他的能做因的这一点呢，那就提到说呢，像是无为法，它也是除了自己之外的这一种。无为法它是除了自己之外，但是为了避免说呢，我们把无为法呢也会把它安立成为是真善果的这一点的缘故呢，所以就提到说，唯有为法呢才能够把它安立为是真善果，就是它唯有的这个为字的意思呢，就是特别提到说，就是为了除了就是有为法之外呢，无为法它是没有办法安立为真善果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呢，就是有提到说，就是提到能作因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能作因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有功用的能作因呢，还有说无功用的能作因这两者。那无功用的能作因呢，就提到说是无为法的部分。所以说呢，就是刚刚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说，一定说唯有为法才能够安立为真善果呢？就是把它避免为说，就是我们把无作用的这种能作因呢，也会把它误以为是真善果的部分。那这是刚刚的，就是补充刚刚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那真善果呢是放什么呢？那这边就提到说，如共同使用的器世间呢是出者。那这边共同呢就提到说，像我们一切的友情等等呢。就是像是人也好，或是生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友情呢，就是共同，就是我们这些共同的，然后使用的七世间。那七世间呢，我们知道就是提到说外在的环境，所以在一般我们在讲说真善果呢，我们在放譬喻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是共同使用的器世间呢，是属于真善果。那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就是真善果呢，他提到说共同使用的器世间的这一部分呢，那就提到说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能生的这个业，或者说就是能引的这个业呢，透有能引的业呢所产生的这个果报，就是所谓的真善果。就是我们提到说，在12缘起里面，就是也有讲到说，就是透有我们少造下的这个业呢，然后后来所感得的这个器世间，就是出生在哪个器世间呢的这个果报。所以这边主要就是提到说，就是虽然说他是讲到说就是共同使用的器世间呢，那其实也有讲到说就是透由引业呢所产生的。那这边所以就讲到说这个是属于真善果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看到就是等流果的部分。那等流果呢，还有分为两种，就是又分为就是感受等流与造作等流。那感受等流呢，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在广论里面呢是提到说就是领受等流的部分。那领受等流呢，就提到说因杀生短寿呢是出者，就提到说什么是领受等流或是感受等流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世呢杀害别人的缘故，或者说伤害其他友情的缘故呢，那今世感得短寿的这种果报呢，那就是属于就是感受等流的部分。那所以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讲述就是领受等流的时候呢，它最主要是因为自己过去是造了这个杀业，然后所领受呢，就是自己要去领受这种果报，就是自己所领受的果报呢，就是因为你杀生的缘故呢，所以感得短命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领受或者说是感受等流。那接下来呢，提到造作等流的部分。那造作等流呢，他所举的例子呢，就提到说，因杀生之力呢，好乐杀生者。那这边讲到说，因杀生之力好乐杀生者呢，那就讲到说，因为过去世呢，就是造了很强猛杀业的缘故，所以到今世的时候呢，对于杀生呢，并不会感到畏惧，或者说乃至于对于杀生呢，就是在杀生的时候呢，
会感到就是好要或是喜爱的这种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叫做等流。那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就是这里所讲到就是等流果的时候呢，会提到说，等流果呢，它要么就是透由同类因而生，要么就是透由片形因而生，就是它要么是同类因，要么就是片形因呢所产生的这种呢，就是所谓的等流果。那主要呢，它的依据呢，也是从俱舍论里面呢出来的。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像所有无漏道的第一刹那，或者说我们讲到说，就像是见道的第一刹那，或者说现证空性的第一刹那呢，它不是属于等流果之外呢，那其他呢，其实也都可以把它安立为是等流果。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道地的第一刹那呢，或者说讲到就是无漏道的第一刹那，或是道地的第一刹那，或者说像刚刚所讲的，就是见道的第一刹那，它没有办法安立为是等流果呢？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等流果呢，它要么就是同类因，要么就是片形因所产生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是道地的第一刹那，或者说就是讲到说，就是见到的无间道呢，它的第一刹那呢是属于无漏的，但是见到的第一刹那呢，它跟就是我们在讲说，加行位的第一世法跟加行位第一世法呢，他们两个是属于前后刹那，它的前一刹那是属于加行位第一世法，那后一刹那呢就变成了见道。那它如果是属于同类因的话呢，那我们之前在讲述同类因有提到说，同类因呢，它要么它是什么是同类呢？就是它要么是有漏就是有漏，有漏有漏同类，无漏无漏同类，或者说呢善呢就是善的同类，恶呢就是恶的同类，这一种呢才能够称之为是同类因。但是因为它的前一刹那呢是属于有漏的，但是后一刹那呢变成无漏的缘故呢，所以呢它这边呢就没有办法把它放为是同类因所产生的果。那同样呢，我们在讲到片形因的时候呢，那片形因它一定要是染污法，但是呢，这边见到第一刹那呢，它不可能会是染污法，因为它一定是无漏的，所以呢，它也不可能呢会是由片形因所生，所以它这两点呢都不符合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提到说，除了就是见到的第一刹那，或说道地的第一刹那呢，它没有办法安立为是等流果之外呢，那其他的呢也都还是可以把它安立归类在等流果之类。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像庄稼等是第三类。那庄稼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农作物，就像是农田里面所种的这些水稻，或者说像是水果等等的这些呢，是属于就是第三个适用果的部分。那在这边呢，为什么会把这一些呢安立为是，就是他把庄稼放为第三者，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在俱舍论里面呢，它主要所在安立适用果的时候呢，就是如同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它是依由伺服的作用呢而产生的缘故呢，称之为是适用果，所以它最直接呢，就会把像透由农夫呢他们劳力呢所产生的这些果报呢，都直接归类在适用果里面。那所以呢，那我们在讲异熟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异熟呢，它就是有漏的苦受，或是有漏的乐受呢，它是属于异熟果的部分。那要成为异熟果呢，它就要具备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呢，就提到说呢，它的体性呢本身是无记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体性呢是无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异熟果，它一定是要在为有情的心绪呢所摄，还有为有情的心绪所摄。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呢，它是要由异熟因而生，透由异熟因而生。那具备这三个条件呢，才会成为是异熟果。就是你只要是异熟果的话呢，它要具备以上呢这三种条件。
那所以呢，这边的三个条件里面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它的体性呢要是无忌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并不是所有的无忌呢都能够成为异熟果，就像是瓶子、柱子或是其他的这些气世间呢，它本身呢算是无忌的，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成为异熟果。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符合第二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呢是要有情的心绪呢所摄。因为呢，这些东西呢，它并不是为有情心绪所摄的缘故呢。那虽然说它是无忌，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安立成为是异熟果。那同样呢，我们在讲说善法，或是说像是无漏善也好，那这些呢也没有办法把它安立为是异熟。为什么呢？因为就提到说它的体性呢本身呢要是属于无忌的这一部分，所以呢只要是善法或是像是无漏的这些善呢，那它都没有办法安立为异熟，因为呢它并不是它的体性呢本身并不是无忌的关系。那所以呢，在这边要提到，就是他讲到说有漏的苦受或是有漏的乐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要去除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无漏的这个乐，因为无漏的这个乐呢，它本身呢并不是它的因呢，并不是由无记所产生的缘故，所以呢会把这个无漏的善呢特别去除掉的原因呢，加上有漏的苦受跟有漏乐受呢，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在这边。所以就提到说呢，异熟它的因呢本身要是无记的，或者说呢它的体性呢要是无记，它的因呢是要是无记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提到说是灭地呢是第五者，那也就是说提到灭地呢，它是属于离系果。那这个灭地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四谛里面的灭地呢，或者说在讲说三宝里面、法宝里面的这个灭地呢，是一样的。那灭地呢，它讲的这个灭呢，最主要呢就是习除掉，就是所断的部分呢，所以称之为是灭地。那我们一般在讲所断的时候呢，其实又分为两种所断，一种呢是属于就是有漏的所断，一种是属于有漏，那一个是属于透有无漏道的所断。那有漏的所断呢，就是提到说就是像是禅定等等，那这些呢，它可以断除就是呃现前的这些烦恼，因为唯有断除了现前烦恼之后呢，才能够升起了所谓的禅定，无论是色界或是无色界的禅定呢，都一定要断除就是现前的这些烦恼。那断除现前烦恼的这些呢，它虽然也会获得一个断除的这个所断，但是呢，它并没有办法连种子一起断除。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出世道的。那出世道呢，它所要断的所断呢，就是要连同它的种子呢一起断除的这种呢，才能够称之为是出世间的这种道，就是我们提到说就是无漏的这个道。那无漏道呢？无漏道就是透过无漏道，它所断除的这个所断呢，才有办法获得这里所讲的灭地，也就是才有办法获得真正的离系果。刚刚解释呢是灭的意思，那再提到说地呢，那地呢就讲到说是真实或说是不虚妄。那什么的真实跟不虚妄呢？那他就提到说呢，在圣者的根本定章中所见呢是如实的这一点呢，所以称之为是地。那以上呢就结束了，就是大因果的这个部分。这边呢，就是有提到说，就是真上果的历史呢，就是共同使用的气世间怎么跟真上果的定义，就是知因之前未生的有为法结合。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就是真上果的时候，主要是想要说，就是我们共同使用的这些气世间，像我住的房子等等这一些呢，是属于真上果。那其实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还没有造这个业之前呢，我们是不可能感的这样子的果报。那你现在既然能够受用呢，你正在受用的这个七世间，
无论说你住的房子或是环境也好呢，那它同样它是没有办法在你自因之前，就是还没有产生，就是你能营业之前，还没造之前的这个有违法，它是没有办法产生的。它一定是在你的能营业有了之后呢，才产生了这个所谓的真善果，就是你现在所能受用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是符合这个定义的。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提到说，能作因的果可以是常法吗？那其实能作因的果这一点呢，本身呢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我们在看之前呢，就提到说，它有分为有功用的能作因，还有无功用的能作因。就是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本身就没有提到说果的部分。就是如果说讲到说无功用的能作因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无常法。那既然是无常法的，它本身呢就是属于常法。无功用的能作因，它本身就是常法的话呢，那它呢就不会有所谓的果的这种东西，所以就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果。那如果是讲到说有功用的能作因的话呢，那有功用的能作因，它的果呢本身就是跟果两者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有功用的能作因跟无功用的能作因这两者呢，那这主要就是从就是依照着俱舍论呢，那它的根本颂文句呢，就是有这样分类的缘故，所以提到说它分为有功用的能作因跟无功用的能作因这两者。但是呢，像在永金色类学里面呢，它其实就直接提到说无功用的能作因呢，它并不是能作因，它只是就是堪以生全之门的分类呢，把它安立在能作因里面。那它本身呢，并不是能作因。那在永金色类学里面呢，它是做这样子的程序。那这边又问到说，今生造善感的果呢，是不是真善果？那人切的回答呢是说可以。就是由今生呢所造的善呢而感的这个果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放成是异熟果，也可以，那也可以把它安立成是真善果，就是这两者呢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提到说，等流果必须与士夫相关吗？那人们现在回答是说，就是它可以跟士夫是有相关，但是不一定要有直接的关联。那这就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在无主的农田呢，那它可能会长出一些果实。那这个果实长出来说是没有人呢特别去种的，但是呢，它因为是属于就是它一定是有造了某个友情造了某些业之后呢，所以才会在某个地方感得了这个果，所以它是有相关的，但是不一定会有直接的相关。在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为什么就是一熟因生一熟果？那为什么一熟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果？那这边呢，就是人们现在讲说，就是这一熟果呢，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安利一熟果的时候呢，就是它要具备着几个条件，就是它的因呢，并不是说由这个因所产生之后，由一熟因所产生的呢，它全部呢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熟果。因为我们讲到说，异熟果它的体性呢本身一定要是无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就是透由第一刹那的善呢，它会产生第二刹那的善。那第二刹那的善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它应该说它是异熟，但是它的体性呢又不是无记的缘故，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呢把这个东西呢称之为是异熟的果。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像是在易熟之后呢，其实易熟之后它会产生种种的，像易熟之后，比如说易熟的因，它之后会有产生像是无漏，或者说易熟之后呢，透有易熟因之后所产生的一切片质等等呢，那这些东西呢，它也没有办法称之为是异熟果，为什么呢？它虽然是由异熟因所生，但是这个果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善的缘故，它本身是善或是无漏善的缘故，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称之为是异熟果。
所以异熟果其实它在定义的时候呢，主要有提到说它本身是要属于就是无记的部分，所以并没有办法，因为说它是由异熟因所产生的缘故呢，就把它安立为异熟果这一点，然后就把它安立为说我们一般所讲的某个因的某的果，像是瓶子所产生，瓶子是所产生的这个叫做瓶子的果呢，它是没有办法透由这样去安立的，所以才把它安立在堪以生全之门的分类里面。不好意思，就是修正一下，就是异熟的因呢，它本身一定是要就是由受记而生。那只有异熟的果呢，它本身一定要是无记的。就是我们提到说，就是有漏的善恶呢，它一定是就是一定是属于就是由受记而生。那像是异熟果的话呢，它本身呢一定要是无记的。那这边是我刚刚翻译的时候呢，就是翻错了。